Hi， 大家好啊，我係 Cindy 啊。咁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有關骨折手術協約計劃啦。我做咗醫療顧問超過10年啦，咁平時嘅工作其實就係幫唔同嘅客人解決佢哋喺醫療上嘅問題，接觸超過大大小小過萬宗嘅醫療個案啦。依家同緊過百位香港專科醫生啦，同埋唔同嘅保險公司合作啦，而且我間中都會去下商業機構嘅公司做下醫療上或者健康資訊上嘅分享添。咁骨折其實係咩嚟咧？就係講緊我哋啲骨頭咧，因為外力而引致到一啲破裂啦或者斷裂嘅情況嘅。咁最常見嘅原因都係因為做運動而導致啦。咁當我哋啲骨頭咧斷咗嘅時候咧，就會引發一啲局部嘅劇痛啦，跟住腫咗啦，甚至係可能係我哋嘅活動都有所限制啦。咁嚴重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同埋我哋活動嘅能力嘅喎。而尤其是咧係講緊啲老友記啦，因為佢哋嘅骨咧係比較脆弱嘅。如果咧喺骨折嘅時候咧未能及時去做翻個治療嘅話咧，咁有機會會導致感染啦，或者出現併發症啦，甚至係有功能性嘅障礙嘅。咁所以對佢哋嘅生活質素就會造成好大嘅影響啦。咁為咗改善呢個情況啦，咁醫管局咧就特別推出咗骨折手術協約計劃啦。咁其實佢個目的都係想縮短翻患者喺等做手術嘅時間啦，同埋提升翻整體嘅醫療效率啦。咁而呢條片咧就深入咁探討翻呢一個骨折嘅手術協約計劃嘅目的啦，點樣去參加呢個計劃啦，而參加呢個計劃嘅對象係邊類人啦，計劃提供咗啲咩服務啦，同埋佢嘅收費係點樣呢？咩係骨折手術協約計劃啊？其實主要咧係分流翻部分公立醫院嘅骨折患者啦，轉介翻佢哋去啲私家醫院度接受手術嘅服務啦，而且提供翻公立醫院相同嘅收費標準啦，令到符合資格嘅患者咧用一個低成本去享受翻私家醫院嘅服務啦。而我哋最常見嘅骨折治療方法係邊類呢？咁第一咧就係閉合式復位治療啦。醫生咧係會用人手啦，將骨折嘅患處咧移翻正個位置咧，同埋進行固定嘅。咁你預翻大概6至8個星期左右啦，嗰個傷口就會自然愈合啦。咁第二啦就係開放式手術治療啦。譬如遇到一啲髖部嘅骨折啦，或者係複雜性嘅骨折啦，醫生咧就需要開刀咧將啲斷骨重新去排列啦，同埋要用翻釘翻啦，甚至係鋼板咧去固定翻個斷骨嘅位置啊，等翻嗰個傷口咧自己愈合啦。咁患者喺手術之後咧係需要做物理治療啦，加速回復翻個活動能力。計劃對象合資格人士係邊類咧？就係要喺公立醫院指定嘅骨科門診度轉介出嚟嘅患者啦，同埋咧係需要持有香港身份證啦，或者係豁免登記證明書嘅人士啦。咁計劃嘅收費係點樣咧？就係喺呢個計劃裏面咧，其實患者只需要咧向私家醫院支付翻同公立醫院骨折手術嘅服務費用一樣嘅。專科嘅診症費啦，就係每次80蚊啦，跟住藥物啦，就係每一種15蚊啦，入院費用咧就係75蚊啦，住院費用咧就係每日嘅120蚊啦。咁如果符合豁免嘅人士咧，都會有一個費用嘅減免安排嘅。第一類啦，就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啦；第二咧就係全部費用減免證明書持有人啦；第三咧就係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啦；第四咧就係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級別0院舍券持有人啦。咁成個計劃嘅流程係點樣咧？首先咧就係患者要喺公立醫院嘅骨科門診度睇完醫生啦，而醫生咧評估咗之後咧係認為符合轉介嘅條件咧，咁醫生咧就會提供翻一個轉介信啦，同埋計劃嘅申請表格啦。咁第二就係選擇翻私家醫院啦，咁醫管局會提供翻一個參與計劃嘅私家醫院名單俾你去揀翻適合嘅醫院嘅。咁之後咧就要登記醫健通啦，因為咧你要登記咗醫健通之後咧，先至可以令到公立醫院啦同埋私家醫院咧有個互通嘅醫療記錄嘅。第四咧就係大家申請啦，因為你填咗表格之後咧，要記得咧將個表格交翻去公立醫院協調辦事處啦。咁佢大概咧個批核時間需要1至2星期左右啦。咁當然啦，如果係緊急嘅病例咧，就會加速處理嘅。當批咗啦，咁咧患者就可以咧去私家醫院度見醫生啦。咁亦都要記得帶翻身份證啊、計劃轉介信啦，同埋咧登記表格啦，仲有私家醫院嘅回條。而私家醫院嘅醫生咧都會為患者咧去安排術前嘅檢查啦，例如係 X 光啦，或者係一啲血液嘅檢測啦，同埋做翻一個評估嘅，確認翻嗰個骨折嘅類型啦，同埋做手術嘅安排啦，手術嘅時間、日期啦，同埋佢個收費詳情。咁就去到做手術啦。咁做手術咧就係由私家醫院嘅骨科醫生去做主刀啦，亦都會有麻醉師咧全程監察嘅。咁手術嘅方式咧都要視乎翻骨折類型而定啦。咁我哋通常咧手術之後會需要住院大概3至7日啦，亦都視乎翻情況而定嘅。咁私家醫生咧亦都會提供翻每日嘅例行檢查啦，同埋咧需要嘅復康服務啦，包括可能係物理治療啊，或者係一啲職業治療等等啦。咁俾翻 reference 大家啦，上肢嘅骨折咧通常就住可能2日1夜啦，下肢嘅骨折咧通常就住4至5日嘅。
咁有必要嘅時候咧，就可能要延長多1至2日啦。咁出咗院之後係點樣跟進咧？2個星期之後啦，咁亦都有1次嘅骨科覆診嘅，咁就睇翻個傷口嘅愈合情況啦。6個星期裏面咧，至少有1次咧睇醫生啦，再加上一個 X 光檢查啦，就評估翻嗰個骨嘅愈合進度啊。而我頭先有講嘅所有啦，譬如係見醫生啊、手術啊、住院啊、檢查啊，同埋復康服務咧，全部都係根據翻公立醫院嘅標準收費嘅。咁當然啦，如果係額外唔關呢一個骨折手術事嘅，譬如可能嗰個慢性病嘅藥啊，唔係呢個計劃裡面㗎，咁所以咧係要自費嘅。而醫管局咧亦都會提供翻之後嘅支援㗎。咁做完手術之後啦，係需要長期做翻物理治療嘅話咧，可以申請翻去公立醫院度接受物理治療嘅。咁私家醫生咧就會提供翻封轉介信啦，咁患者就可以去翻指定嘅公立醫院啦或者門診咧去預約翻個物理治療服務啦。咁做完手術啦，亦都喺私家醫院度完成咗嗰6星期嘅跟進檢查之後啦，如果有需要咧，都長期要見醫生嘅話咧，可以翻去醫管局嘅骨科門診度覆診嘅。咁私家醫生咧都會提供翻呢個轉介信啦，患者咧就可以去翻原先嘅公立醫院度繼續覆診啦。好啦，咁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先啦。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幫到你，了解咗更多有關骨折手術協助計劃嘅話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同埋訂閱我啦。咁最好咧就 share 埋俾身邊嘅朋友仔同屋企人啦。而下一條片咧，我會同大家分享有關乳癌手術治療協助計劃嘅，記得留意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醫療上嘅問題啦，或者想諮詢啦，歡迎喺下面留言俾我啦，或者 IG inbox我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